相信神的应许，可以跨越困难。信心的祷告，神都听见。大声地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你的应许，都是阿们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在你没有，在你没有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嘿，都是阿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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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